南投路谷一间餐厅的头家，伊嘛是一个泡茶师。伊甲进前泡茶留落来无咧用的茶杯啊，摕来种这个厚肉的食物。来餐厅食饭的人客，只要随意放银角啊，就会当甲这个食物甲摕转去。啊，所累积的钱，都捐予华山基金会，来帮助乡内的独居老人。 鹿谷乡的在地人张淑贞开一间素食店，菜色拢是用在地农友所种的青菜甲水果。伊本身嘛是一位泡茶师，所以讲会利用进前泡茶留来无用的茶后来种厚麦食物。乡亲若是有介意要摕转去种，钱拢随意。那现在所有资放在这边呢，让客人来到这边呢，能够说来到这边能够用捐款的方式、认养的方式，可以直接带回去。 这善款伫每一年的年底拢会捐予华山基金会，通好买一寡便当，也是生活用品，互独居的老大人。很有爱心，很善良，这样子就对了，这样子就会鼓励小朋友以后都要做爱心。我本身也是志工，我也是志工，我也是都有在服务老人家了。 这厚肉食物看起来真水，会当帮助老大人，嘛会使早转去厝内欣赏，真正会好。